劳退新制2005年开始实施，已经18档了，也毋过头家法定提拨率拢是6%，毋捌调整。劳工团体计算讲，一个劳工工作30档退休，用估计头家爱付45个月薪水当做退休金，也毋过新制只要提拨21.6个月薪水，这无够估计的一半。早起劳团嘛去行政院申请，要求甲劳退提拨率提悬到9%，劳工的退休生活才有保障。也标语化考核，因为补办劳退新制实施18年，按过雇主的法定提拨率只有6%，毋捌调悬。早起劳工团体到行政院门口口တင်前，高雄演行动局要求政府明定提出劳退新制法定提拨率调悬的时间表。新制呢，它是一个实质的提拨制，你劳工提拨多少啊，就退休之后就领多少，政府并没有拨补啊，也没有什么物价的调整的机制，这个对于劳工非常的不公平。劳团表示，劳退新制规定，雇主每个月上计只需要提拨6%到劳工个人的消耗，甲劳退估计条件比起来是差真大。以工作30年了后退休来计算。估计雇主爱给付45个月薪水，按过新制只要提拨21.6个月薪水，而且新制是每个月提拨，按过估计是以退休前6个月平均薪水，也就是薪水上悬的时间来算退休金，造成新估计之间清零差距大。第不计这样悬的年代，就算加算劳保，劳工退休实际所得替代率也无到50%，或者退休劳工加做下流老人。我们的通货膨胀现在都很大嘛哈，可是你如果一直都6%的话，从你的薪资可能一开始只有2万多块，到你退休的时候，这个平均的所得最后的所得才那么一点点，所得替代率加上劳保也不到50%，没办法支付未来的退休生活所必须支应的一些费用。面对劳工老年退休准备无够问题，劳团也交出定情书给正义代表，因为今年7月初开始公务员退休制度改变，政府会提拨给新进公务人员9.75%。在企业无愿意加薪的情形之下，政府要提悬劳退提拨率到9%，这样保障劳工退休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